今集幫緊你醫緊你，繼續為大家送上驚奇嘅健康資訊。大腦萎縮咗嘅部分，咁就彌補到，知道有方法改善到好開心。而家有返希望。冇諗過可以阻止情況惡化，以前從來都唔知㗎，幫到我好多，學到新知識啊！我覺得好驚訝，有用，我諗住試下。係。唔知你最近有冇遇到咁樣嘅情況呢？嗰個人諗下先，佢叫咩名咧？同女明星結婚嗰個咧？諗唔起人哋個名，我成日都會諗唔起某個人叫咩名。阿邊個，好似咁。有時想講藝人個名，明明去到喉嚨定啦，但係點都講唔出啊！除此之外，出門口之後唔記得自己有冇鎖門，唔記得有冇鎖門，越諗越擔心，最終行到半路翻轉頭，翻去睇下。又或者咦？突然唔記得自己諗住做啲乜，完全諗唔起。打開雪櫃之後，諗唔起自己想攞啲乜嘢，完全唔記得。我試過好多次啊，成日都唔記得。我試過攞住銀包落街買嘢，唔記得要買乜嘢喎。冇錯，就係冇記性。普通嘅冇記性當然冇問題啦，但係好難講，將來唔會演變成可怕嘅疾病，就係認知障礙症。其實認知障礙症係指本來正常嘅記憶力同智力，因為某啲理由而變差，令日常生活陷入困難嘅狀態。原因可以係腦部神經細胞死亡，或者腦血管出現問題，種類真係五花八門。但係比例佔最多嘅係腦退化症，係腦部神經細胞死亡導致嘅認知障礙症。呢幅圖表顯示出各個年齡層嘅認知障礙症患者佔嘅比例。80歲之後，4個就有1個係患者。85歲之後，2個就有1個或以上有認知障礙症。咁講嘅話，係咪只有高齡人士需要預防認知障礙症呢？其實唔係嘅，喺未出現任何症狀嘅年前就已經需要作出預防。40至50歲嘅人當然有必要做啲嘢去預防認知障礙症啦。但由30幾歲甚至20幾歲嗰陣開始建立預防認知障礙症嘅生活習慣，其實好重要，好有用。冇錯，認知障礙症要由20至30幾歲就開始預防，呢個係基於最新嘅醫學發現。於是我哋進行咗街頭訪問，睇下大家有冇預防認知障礙症先。攝取多啲蛋白質好似會有幫助。我曾經聽人講過可以咁做。每日黃昏會食納豆、醋同亞麻籽油，食咗好多年。我睇電視話咁做對認知障礙症好，所以我照做啊。我每日都會做小學6年級嘅習作去活腦，做數學同漢字習作。真㗎？大家採取嘅方法都唔同，不過有好多人嘅方法係錯㗎喎。我每年都會跑1次全馬嘅，根本冇必要做咁劇烈嘅運動㗎。我晚晚都瞓8個鐘。睡眠充足唔等於預防到認知障礙症嘅。我哋請到喺認知障礙症治療最前線嘅2位學者，為大家講解下。認知障礙症一直以嚟都被視為係不治之症。但係根據最新嘅研究，只要用某種方法去刺激腦部，就有可能治療到認知障礙症。犀利啊！我哋仲訪問咗有做開今次介紹嘅
預防認知障礙症秘技嘅老人家。我記得我尋晚整咗漢堡扒同咖喱，咁為之一餐。至於前晚，我記得啦，我嘅曾孫中意食芝士，所以我整咗魚板夾芝士。3日前嗰晚食咗啲咩咧？食咗五木飯。咁快就答到喎，根本唔覺得佢有認知障礙症嘅喎。今集嘅主題係最新資訊，幫你變得腦筋靈活，一世都唔會患上認知障礙症嘅活腦特輯。公開預防到認知障礙症，食咗包你有着數，令大腦保持健康嘅最新4大秘技。睇完今集，你可以有個轉數好快嘅大腦。歡迎收睇，幫緊你，醫緊你。歡迎收睇，幫緊你，醫緊你。今集會講解下最新嘅腦科學研究，我哋會將任何年齡層都適用，可以令大腦永遠保持年輕嘅秘訣，同大家進行徹底嘅分析。史川有段次係第一次上嚟嘅，請多多指教。擔唔擔心冇記性啊？有次我驚唔記得帶嘢，於是放定喺門口。到第2日，我攬過佢就走咗。好，跟住到松本明子。有次我喺東京站搭新幹線，我將手袋、電話同其他行李全部都留低晒，淨係帶住個人喺名古屋落車。唔係啩？真㗎？我啲行李一直去到博多。跟住到本村健太郎律師，多多指教，多多指教。本村律師當年考一次就入咗東大，一剔喎，好犀利。而且未大學畢業就已經通過咗司法試，係咪啊？冇錯，係啊。所以我個腦喺當時已經完全用盡咗啦。應該叫你天才。嗰陣算係㗎，我顛到走去背晒成套律法全書啊！真係黐線。而家仲記得大部分內容啊？唔記得啦，而家差咗好多啊！點差法啊？唔記得啲舊嘢，而且每年有新法例，而家要好吃力先可以跟得到啊！有次食完壽司走嗰陣，我話明明嗌咗章魚，但係竟然冇嚟到喎。係屋企人話我頭先有食到。咁多人嘅？我話冇啊，冇食到章魚喎。佢話明明呢個食咗。啊！結果嘈咗半個鐘啊！懷疑會導致認知障礙症嘅原因其實有好多，不過我哋今次會集中講其中2個主要原因。首先係呢個係腦部廢物。咩嚟㗎？達尼羅加利，你覺得係咩嚟咧？只食咗嘅嘢上咗去。上咗個腦度，唔係去個胃度。係。魚肉上腦，其他肉去個胃度。上腦類似係咁。即係點啊？例如啲骨上咗去個腦度。上咗去個腦度？係啊。咁個腦咪有好多垃圾咯。被視為係認知障礙症成因嘅腦部廢物，大家估唔估到係咩嚟呢？為我哋解答嘅人，就係我哋今集嘅顧問，日本腦部研究權威之一，池內健醫生。唔該，醫生。池內醫生喺達到世界級水平嘅新潟大學腦研究所任職，一直致力研究認知障礙症嘅診斷同治療方法。日本人患上認知障礙症，其中一個原因係日本人獨有嘅基因突變。呢件事由佢個團隊率先發現，佢絕對係研究認知障礙症嘅權威。醫生，所謂腦部廢物究竟係咩嚟？我哋平時諗嘢、講嘢同做運動嗰陣，大腦都會分泌出腦部廢物。日常生活裏面，我哋會講嘢、諗嘢、睇電視，就算只係過住一啲好普通嘅生活，腦部仍然會產生出某種廢物，然後廢物累積得太多，腦細胞就會受到破壞，繼而導致影響日常生活嘅腦退化症。呢幅圖係用特殊嘅儀器拍攝出嚟嘅健康人腦。呢幅圖就係認知障礙症患者嘅腦，
睇唔睇到有啲咩分別啊？左邊好紅。冇錯，認知障礙症患者嘅腦都好多紅色嘅部分。其實呢啲紅色部分就係腦部廢物啦。跟住呢幅圖係用顯微鏡拍攝出嚟嘅真實人腦照片。留意黑色嘅部位，呢啲黑色斑塊就係腦部累積嘅廢物。呢啲廢物嘅學名係貝塔澱粉樣蛋白，係蛋白質嘅一種。唔想患上認知障礙症，就唔可以俾佢累積。呢啲腦部廢物隨住我哋日常生活嘅循環，有一部分會被排出體外，即係我哋嘅身體本身擁有處理腦部廢物嘅能力嘅。不過隨住年紀慢慢咁增長，處理腦部廢物嘅能力會逐步下降，結果導致腦部廢物越積越多。我哋嘅身體本身有能力將腦部廢物排放到包住腦部嘅腦脊液進行分解。不過呢種能力會隨住年齡增長慢慢咁下降，結果應該被排走嘅廢物開始積聚，對腦細胞造成破壞。係咁，我哋到底由幾多歲開始累積腦部廢物呢？呢幅圖表顯示出各個年齡層認知障礙症患者佔嘅比例。80歲之後4個就有1個係患者，85歲之後2個就有1個或以上有認知障礙症。咁講嘅話，係咪只有高齡人士需要預防認知障礙症呢？其實唔係，腦部廢物喺未出現症狀嘅年前就知道會唔會發病。呢個我想知啊！係時候考下大家。問題嚟啦！造成認知障礙症嘅腦部廢物，有研究發現喺認知障礙症未發作好多年之前就開始累積。究竟係幾多年之前呢？A 3年前， B 10年前， C 20年前。我哋嘅嘉賓史川祐團次，請你回答。呢層我估係20年前。啱唔啱呢？正確答案係腦部廢物喺未有認知障礙症嘅症狀，20年前就已經開始慢慢累積，所以我哋有必要趁早對腦部廢物採取適當嘅措施。冇錯，呢個係認知障礙症嘅隱藏陷阱。以為年紀大先要預防認知障礙症，咁就大錯特錯。近年有醫學研究發現，腦部廢物喺認知障礙症發作20年前就已經開始累積，即係話，假設喺70歲發病，咁有可能喺50歲就已經開始累積腦部廢物。 40至50歲嘅人當然有必要做啲嘢去預防認知障礙症啦。但由30幾歲甚至20幾歲嗰陣開始建立預防認知障礙症嘅生活習慣，其實好重要、好有用嘅。冇錯，上至老人家，下至年輕人，所有人都要預防認知障礙症。呢個係最新嘅認知障礙症新常識。係咁，我哋究竟要點樣生活，先唔會喺大腦累積腦部廢物呢？一陣就喺錄影廠度話俾大家知。史川祐團次答啱咗，20年前就開始累積。我哋咁多個都50幾歲啦，即係過多20年，我哋就70歲，可能有認知障礙症，屬於高風險嘅一群啊。咁講嘅話，即係後生嘅人都有機會患上認知障礙症。到年紀大咗，真係發病嗰陣先去醫，咁就已經太遲，冇得救啦。我哋再講解多次，腦部廢物其實係指 β 澱粉樣蛋白。係，請教下錢羅醫生，β 澱粉樣蛋白其實係乜嘢物質嚟嘅呢？我哋人類只要生存，大腦就會自然產生出呢種物質。後生嗰陣，就算產生出 β 澱粉樣蛋白，腦脊液都會將佢哋喺大腦裏邊全部排走。係，真係可以排走晒佢哋？冇錯。腦部廢物即係 β 澱粉樣蛋白，一直喺醫學界被視為係腦退化症嘅最大成因。
以前要透過解剖過咗身嘅患者，觀察大腦先可以確認到有 β 澱粉樣蛋白。但係隨住近年研究成功，而家已經可以透過檢查確認腦部廢物嘅存在。咁所以，其實我哋今次喺事前已經請咗史川佑團次同松本明子兩位嘉賓去醫院接受血液檢查。係。不過今次嘅檢查項目有少少特別，唔係驗血糖同膽固醇，而係將來患上認知障礙症嘅風險屬於高定低。係啊，唔好介意啊！如果我哋開門見山同你哋講要驗啲乜嘢，你哋一定唔制㗎啦，係咪？你哋根本咩都冇同我講過。佢哋接受嘅血液檢查係透過測量腦部排走累積廢物嗰陣釋放出嚟嘅某一種特別物質。檢查 MCI， 亦即係患上認知障礙症嘅前期風險。結果用數字嚟表達，0.72或者以上，就代表已經有中程度嘅風險啦。我哋首先公布史川佑團次嘅結果，好緊張。佢嘅風險指數係0.31，安全過關。呢個結果好好啊！非常好啊！太好啦，好開心啊你！好開心，真係好開心，真係好開心，好開心。我諗凡係做演員嘅人，一定會好擔心自己個腦有問題㗎啦，係咪？係啊，因為要記台詞。歌舞伎咁多台詞，佢全部都記得晒，好犀利啊！唔知啫，虧你仲有心情去讚人喎。係咯。好啦，跟住到松本明子，松本明子嘅風險指數就係呢個0.63。一樣係安全過關，好險啊！但數字高1倍喎，相差好遠啊！差好遠喎，係咪有少少擔心咧？係啊，0.63呢個數字令人擔心喎，多成倍啊！好啦，請醫生講解下呢個結果。雖然結果有一定嘅差距，但係佢哋嘅數字都喺正常範圍，所以而家唔使太擔心。呢個檢查係睇下腦部打掃廢物嘅能力，只要打掃能力夠高，咁就唔使太擔心，當佢係其中一個指標就得啦。醫生啊，你頭先講嘅打掃能力係吸塵機定係吸塵機啊？的確令人擔心啊！呢個能力個個都有？係啊，個個都有嘅。檢查結果顯示，佢哋嘅腦部廢物未累積到危險嘅水平，以目前嘅情況嚟講，風險係屬於偏低。但係到底有咩原因會導致腦部廢物累積呢？首先就係運動不足。運動不足啊！最近喺美國東部嗰邊進行嘅一個醫學研究顯示，當地認知障礙症嘅盛行率開始出現下降嘅情況。下降嘅理由就係國家呼籲國民養成運動嘅習慣，推行咗一系列嘅措施，叫國民一定要做運動。除此之外，仲有另一個主要原因導致腦部累積廢物。估唔估到係咩史川佑團咧？次有咩會令腦部累積廢物咧？我估離唔開食物，因為食物有道理啊。因為飲酒，因為飲酒，睡眠不足，睡眠不足到咩咧？因為食煙之類。跟住問唔問埋好咧？啊，我知啊，佢話佢知答案啊！係咩咧？牙周病。牙周病，我哋去邊啦？被視為係導致腦退化症嘅主要原因之一嘅腦部廢物 β 澱粉樣蛋白，到底點做先至可以排走呢啲腦部廢物，令腦部變到好似新嘅咁？想排走腦部廢物，最重要嘅一件事就係睡眠。其實我哋會喺瞓覺嗰陣，將腦部廢物慢慢咁排走。冇錯，想排走腦部廢物，關鍵在於睡眠。當你清醒嗰陣，包住腦部嘅腦脊液會流動得非常之慢，缺乏沖走腦部廢物嘅力量。但係瞓覺就唔同，因為受到自律神經同荷爾蒙呢啲因素影響，流入腦部嘅腦脊液會比清醒嗰陣多好多。咁嘅話，腦脊液一下子湧入腦部，足以將腦部廢物沖走。睡眠嘅第一個重點就係睡眠時間啦。
有人對3286個65歲或者以上嘅男女進行3年嘅追蹤調查，發現瞓幾耐可以將患上認知障礙症嘅風險降到最低。係時候考下大家啦！將患上認知障礙症嘅風險降到最低嘅睡眠時間係幾多呢？本村健太郎請你答啊！呢層咧，我諗瞓得太耐唔係好事啊。係啱啱好嘅睡眠時間7個鐘，有道理。係咪咁呢？正確答案係最理想嘅睡眠時間係大約7個鐘。勁啊！答啱咗，大約7個鐘。呢幅圖表顯示咗認知障礙症以至認知障礙症嘅前期風險同睡眠時間嘅關係。平均睡眠時間有7個鐘嘅人，風險屬於最低。少過6個鐘嘅話，風險就上升到1.36倍。如果實際睡眠時間唔夠6個鐘嘅話，就冇辦法充分咁排走腦部廢物。咁講嘅話，係咪瞓得越耐就排走到越多廢物呢？其實又唔係咁，太短嘅睡眠當然唔好，太長嘅睡眠亦一樣唔好。冇錯，睡眠時間超過8個鐘，風險反而上升到1.27倍，即係瞓得太耐，都會令患上認知障礙症嘅風險上升。跟住醫生會講下睡眠時間之外嘅第2個重點。淨係瞓覺係唔夠嘅，熟睡亦都好重要。想充分咁排走腦部廢物，除咗睡眠時間之外，睡眠質素都好重要。係咁，醫生啊，我哋應該要點做先至可以熟睡呢？瞓着之後，我哋做唔到啲咩，所以重點係瞓覺之前做嘅嘢。冇錯，我哋瞓着之後就冇辦法控制到任何嘢㗎啦。所以重點就在於我哋喺瞓覺之前做嘅嘢。咁所以，我哋請研究認知障礙症嘅權威池內醫生同大家分享下，佢自己都有做開預防認知障礙症嘅睡前習慣。我自己喺臨瞓之前，中意用唔太熱嘅水，大約攝氏38度至40度嘅暖水去浸浴。浸浴，醫生都會做嘅習慣，就係臨瞓前大約1個鐘用暖水浸浴，身體一到夜晚就會自動咁降低體溫，利用溫差作用產生睡意。不過而家嘅人呢，生活唔規律，智能手機普及化，令好多人夜晚嘅體溫都唔下降，呢啲人就冇辦法熟睡到啦。所以醫生建議大家去浸個暖水浴，令身體變暖。咁樣浸浴令體溫上升，離開浴缸之後開始下降，趁呢個機會上床休息，就可以進入熟睡嘅狀態啦。預防認知障礙症嘅最新4個秘技，第1個係喺臨瞓前令身體變暖就可以熟睡。臨瞓之前做啲咩可以熟睡？每個人都唔同，我建議大家因應自己嘅生活方式去嘗試唔同嘅方法。冇錯，重點係要養成適合自己嘅睡前習慣。等陣喺錄影廠，各位醫生會分享佢哋都有做開嘅睡前習慣俾大家參考。瞓得太耐真係唔好㗎，瞓超過8個鐘唔係幾好。係啊，大家平時嘅睡眠質素好唔好㗎？我不嬲好快就瞓着嘅，係一瞓低就發夢，質素應該唔錯，但係時間短咗少少，短過7個鐘，淨係瞓得4、5個鐘。因為工作啊，律師應該有好多嘢做㗎噃。係啊，好難瞓到7個鐘啊！史川有團次咧，我而家每晚都應該瞓到7個鐘。達尼羅加尼咧，係睡眠時間幾長啊？我瞓16個鐘。真㗎？瞓醒咪過咗1日咯。係啊，我放假嗰陣會瞓16至17個鐘。請教下池內醫生。係，有人話佢一瞓可以瞓17個鐘喎。完全係瞓過龍，要注意下啦。
如果因為太忙而冇足夠嘅時間瞓覺，咁又可以點做啊？唔好諗住瞓耐啲補翻數。其實短時間嘅午睡對個腦會有更大嘅好處。瞓晏覺原來係好事啊！係啊，有種講法話30分鐘嘅午睡就啱啱好啦。但係記住唔好打橫瞓，因為咁樣會令你瞓得太好，起身嗰陣會頭昏腦脹，反而更攰。我建議大家伏喺台上面瞓15分鐘，咁啊最好。大家要記住呢個午睡嘅方法啦。另外頭先教大家臨瞓之前去浸個暖水浴。呢樣我就做唔到啦，因為我做完戲之後要落妝，跟住喺後台嘅浴室度沖涼，所以我冇返到屋企再沖涼嘅習慣。原來係咁。相反，朝早起身為咗暖一暖個身，會浸個半身浴，通常係咁。醫生，你建議浸暖水浴，水溫大概係幾多度呢？大概攝氏38度。竟然係呢個溫度？唔得啊，太凍啦！只係暖啫喎。醫生啊，太凍啦！唔夠熱就啱啊！好。冇錯係，如果水溫太熱嘅話，就會刺激到交感神經，咁樣反而會瞓唔着嘅。可以浸10至20分鐘左右。好耐喎！你冇辦法浸咁耐？我中意浸45度嘅熱水。45度？45度？你似玩緊熱水挑戰多啲喎，直頭辣肉喎！你係傳統嘅江湖人。我哋向咁多位醫生問咗呢一樣嘢，名醫都有一直做開嘅睡前習慣。首先，我哋一齊聽下腦科專科嘅上山醫生，佢本身有啲咩睡前習慣？我臨瞓之前會睇書，做有興趣又放鬆嘅事，覺得開心又可以放鬆心情。你睇同釣魚有關嘅書？係啊，因為我好中意釣魚，我都中意玩遙控模型、遙控飛機之類。睇同嗜好有關嘅書，令副交感神經。睇醫學書會令我興奮，唔得㗎。我想講，我每晚臨瞓之前都會睇書，我睇嘅係漫畫，不過用手機睇。用手機睇係咪唔好啊？我建議睇紙本書，對眼睛好啲。係。跟住到漢方內科專科嘅石原醫生分享佢做開嘅睡前習慣。我臨瞓前會做2樣嘢。係。臨瞓前1個鐘，全屋轉用間接照明，同埋唔睇電話同電腦。因為人受到光嘅刺激，就會減少分泌褪黑素，結果就冇優質嘅睡眠。當周圍嘅環境變暗咗，大腦就會分泌一種褪黑素嘅物質。褪黑素令人有睡意。如果對眼受強光刺激，就會妨礙褪黑素嘅分泌啦。另一樣嘢就係我臨瞓前會飲少少紅酒。好有情趣。有研究顯示，少量飲酒可以降低患上認知障礙症嘅風險，但係唔好飲過量。係。某個研究指出，平日飲適量嘅酒係可以降低患上腦退化症嘅風險嘅。不過唔好飲過量喎。啤酒係中啤酒杯，清酒係半盒，紅酒係1杯，千祈唔好超出呢啲份量。跟住到循環系統內科專科嘅秋俊醫生分享佢做開嘅睡前習慣。臨瞓前浸浴可以幫助入睡，唔係因為身體變暖咗，而係當身體由暖變凍，體溫下降就會有睡意。所以原理係將體溫升高再降低。臨瞓前浸浴嘅作用就係咁。係臨瞓前飲熱飲，咩類型嘅熱飲都得，個胃會變暖。呢個時候上床休息會覺得暖粒粒，然後慢慢凍翻，回落到正常嘅體溫就會有睡意。揾一款中意嘅熱飲，臨瞓前飲就可以幫助入睡啦。如果因為冇時間冇辦法喺臨瞓前浸浴，不妨飲杯熱飲暖身，一樣可以有類似浸浴嘅效果。秋津醫生同上山醫生就習慣飲熱牛奶，而基野醫生就習慣臨瞓前飲熱杏仁奶。拍完節目之後，我哋請話瞓得唔好嘅松本明子
喺臨瞓前嘗試呢啲提升體温、幫助入睡嘅秘技。而家嘅時間係夜晚11點，我1個鐘之後就要瞓覺，所以我想趁而家去浸個浴。我而家嘅體温係36.4度。首先嘗試池內醫生建議嘅臨瞓前浸個熱水浴。松本明子而家嘅體温係36.4度，30分鐘之後，成個人暖晒啦。我而家嘅體温係36.5度。浸完浴體温係36.5度，比浸浴前升咗0.1度。浸完浴過咗大約1個鐘頭左右，我而家嘅體温係36.3度，體温降低咗。浸完浴之後，再過多1個鐘嘅體温係36.3度，比啱啱浸完浴低咗0.2度。松本明子可唔可以有覺好瞓呢？大家早晨，我瞓咗7個鐘，瞓得好好。松本明子話瞓得好好，好滿意啊！跟住到第2日，今次就試下秋津醫生建議嘅熱飲。好飲啊！飲之前嘅體温係36.2度，係咁飲完之後呢，變成36.5度。飲完之後變成36.5度，比飲之前上升咗0.3度。過咗1個鐘之後，36.2度。飲完熱飲之後嘅1個鐘，體温係36.2度，唔知效果又會點？尋晚瞓得好好。呢個方法都令松本明子瞓得好好。咁即係話，醫生建議嘅臨瞓前提升體温嘅秘技，對幫助熟睡係有效嘅。各位觀眾，今晚不妨試下。新本小姐仲有個方法未講喎。係啊，請大家留意熒光幕。係。排走腦部廢物嘅食材，真係好想知啊！係咩咧？被視為係導致腦退化症嘅主要原因之一嘅腦部廢物，有咩食材可以幫手排走佢哋呢？某個國家70至80歲嘅國民，佢哋嘅認知障礙症發病率比較低，只有美國嘅1/4，於是令人留意到呢種食材。呢個國家嘅人會大量進食呢一種食材嘅，咁少人有認知障礙症，可能就因為咁。係時候考下大家，邊個國家嘅認知障礙症發病率只有美國嘅1/4呢？正確答案係印度。唔講唔知啊，印度嘅腦退化症發病率只有美國嘅1/4。今集大學假設原因係印度咖喱所用嘅香辛料。經過研究之後，佢哋發現咖喱常用嘅一種香辛料有分解腦部廢物嘅作用。嗰種香辛料正正就係出名黃冚冚嘅薑黃。薑黃喺日本叫鬱金，係有助保護肝臟嘅食材。重點係在於薑黃嘅黃色色素，一種叫薑黃素嘅成分。薑黃素唔止可以防止 β 澱粉樣蛋白積聚，而且仲可以將呢種蛋白分解添。仲可以分解。另外，富山大學用老鼠進行過一個研究，佢哋喺老鼠嘅腦度注入腦部廢物 β 澱粉樣蛋白，然後將老鼠分為2組，一組有食薑黃素，一組冇食，再將佢哋放入迷宮進行實驗。結果有食薑黃素嘅老鼠表現卓越，得出嘅成績同健康嘅老鼠完全冇分別。即係食多啲有薑黃素嘅薑黃，就阻止到腦部廢物積聚。就算係積聚咗，都可以將呢啲積聚嘅腦部廢物分解。
不過咧，日日食咖喱都唔係辦法噶噃。係咁，我哋到底要點樣做先至可以有效咁日日攝取到薑黃呢？嚇！3位醫生會展開廚藝對決，佢哋準備咗加入薑黃嘅自創食法，然後請嘉賓選出邊種可以日日長期咁食用，得到最多嘉賓支持嘅會係邊位醫生嘅食法呢？打頭陣嘅係秋津醫生。我做過好多實驗，結果發現薑黃嘅薑黃素其實好難吸收，就算搏命食都吸收唔到幾多。有一種食物同薑黃好夾，就係大豆。將薑黃同納豆一齊食，吸收率會上升。1號參賽者秋津醫生呈現薑黃納豆，做法非常簡單。將1/4茶匙嘅薑黃粉加落納豆度，加少少豉油，再用黑胡椒同蘋果醋調味就完成。顏色變咗好黃，好黃啊！我唔客氣啦。大家隨便食啦。有人唔中意食納豆喎。好易入口，好易入口啊！唔中意食納豆嘅人都食到啊！係啊，大家都食得好滋味，非常好。好清新，好易入口。係，帶嚟羅嘉妮啦。未食之前覺得唔掂，竟然咁好味，係咧，超乎想像。跟住到基野醫生推介嘅薑黃食法，豆奶薑黃 latte， 好潮啊！飲呢個好暖身，瞓得好好。2號參賽者基野醫生呈現豆奶薑黃 latte， 2湯匙嘅熱水，半茶匙嘅薑黃粉，適量嘅薑汁，適量肉桂粉同適量嘅椰子糖，全部都混。跟住加落煲熱咗但係未滾嘅豆奶，攪勻就完成。聞落好香。臨瞓前飲啊，好暖身啊！優雅嘅生活，好飲啊！優雅嘅生活品味，好高級，好高級嘅味道，高檔嘅味道，好飲啊！可以好飲啊，好順口，味道真係好濃郁啊！最後到石原醫生推介嘅薑黃食法。我成日都整嚟食，就係花甲薑黃飯。係。3號參賽者石原醫生呈現花甲薑黃飯，白米2杯，薑黃粉2茶匙，然後加罐頭花甲1罐，適量嘅牛油，跟住撳掣煲飯，煲出嚟嘅飯變成好味嘅黃色。最後將飯撈勻就完成，花甲同牛油香到流口水啊！正啊！呢個飯超好味啊！正啊，好味啊！呢個飯好食，冇咩食緊薑黃嘅感覺喎，好似食緊淡嘅乾咖喱啊！跟住到評審時間，嘉賓試過3位醫生嘅食法，首先係秋津醫生嘅薑黃納豆。跟住係基野醫生嘅豆奶薑黃 latte， 最後係石原醫生嘅花甲薑黃飯。好啦，喺呢3種食法當中，你覺得邊一種最好味，而且仲會令你想返到屋企繼續整嚟食嘅？請各位嘉賓根據呢啲準則去評審。決定好嘅話就嚟啦！請舉牌。石原，秋津，勝出者係石原醫生。好嘢！大部分人都覺得花甲薑黃飯係最好嘅，點解呢？因為呢個小朋友都食到，可以全家一齊食，味道清淡啲，唔會有好攻鼻嘅薑黃味，所以佢最好嘅，真係好好。本村律師呢，我嘅感覺都係一樣啊！最大嘅理由係佢好好味，仲有一個人理由，我唔係咁中意食納豆。咁冇計啦，納豆我有啲抗拒嘅。係。另外個 latte 其實都好好味嘅。係啊。
不過我會希望其他人整俾我我飲。明啊，想喺 cafe 度飲。你唔係有老婆嘅咩？沖呢杯嘢好似要好多功夫。都係嘅。凍咩其咧？實我覺得最容易整同最好味嘅就係納豆。係啊，薑黃納豆大家可以試下啊。其實薑黃粉一日食2茶匙就足夠，大家不妨參考3位醫生嘅食法，再加啲創意，等個腦唔會積聚廢物啦。就係咁，預防認知障礙症嘅最新4大秘技，第2個係喺我哋每日嘅飲食當中加入薑黃。秋津醫生會再教大家喺同親戚朋友聚會嗰陣，可以將預防變成娛樂嘅方法。唱歌係個好方法，記新歌可以為腦部帶嚟刺激。有人或者唔中意聽新歌，或者覺得而家嘅流行曲節奏太快。不過用舊歌都有方法刺激腦部。呢個方法叫做不要他歌唱大賽。不要他歌唱大賽？吓？不要他歌唱大賽？究竟係點玩嘅呢？方法係同屋企人一齊唱歌，2個人、3個人都得。唱嗰陣要跳過某一個字，就算係唱慣唱熟嘅歌，加咗咁嘅規矩，就會逼你用個腦。凍咩？係。不要他歌唱大賽，想唔想挑戰下？即管嚟啦！請你用不要他歌唱大賽嘅玩法嚟唱《心愛的艾莉》啊！開始。出局，唔可以唱他字啊！要跳過他字。第一句就有咩？有啊！我弄哭了你，已經有個他字。係喎，係咧。快成咁，冇諗過咁快就出現㗎。所以你要一邊唱一邊留意，嚟多次啊！好，開始。OK。出局。又唱咗啦！你又唱咗個他字啦！自動唱出嚟。你可以同老婆每晚食完飯之後，瞓覺之前玩呢個遊戲㗎。冇諗過係咁難㗎，唔掂啊！難先好玩啊嘛！明子姐。我啊。垣根の垣根の曲がり角きびだ落ち葉きあろかあろよき風ピューピュー吹いている。犀利啊！真係好犀利啊！不要他，不要他，完全冇唱錯，係啊，係完美嘅示範。我個腦一直喺度轉，一直係咁諗嘢。果然係綜藝嘅常客啊！覺得點啊，醫生？係，佢嘅表現好好，所以就算係一啲熟到可以隨時唱出口嘅歌，加少少規矩，就對腦部造成好大嘅負擔。要不停咁諗。幾個人一齊玩，邊個唱錯就到下一個。熟習咗之後，可以跳2個字。呢個好難啊！慢慢提升難度。多謝醫生。除咗他之外，跳過其他字都得㗎。大家揀個啱心水嘅字試下玩。下集再送上預防認知障礙症嘅秘技，醫生教嘅活腦方法，保證令你驚奇。